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！啊，真欢喜，咱搁一摆组织者来敬拜咱的上帝。咱做伙掀开信息98首。今仔日阮要串联3首的诗歌，因为今仔日伫咧赞美迄个时阵是咱做伙，咱做伙来赞美。咱先看98首。 做回来。我主高雄那沙勒，手把青翠高给，几大领军主耶稣，马经归这小路，比你是上帝来哦，星星。 心家的家不用大，为救赎我罪过。第3节，天君亲赞主耶稣，尊名受大清风，以罪领主的世界，好我。 守平安，稳定无限大听他，我的着唔捌，看主之水的脚步，我愿行主的路。好，咱来看迄个第2节吼，第2节。 第2节第2行，伊个无情，敢有人是念嫁鸡吗？是吗？第2节第2行，迄个无情嫁鸡的衣裳吗？是安尼念吗？哦，车妻，车妻，无情车妻的衣裳，好。 啊，我刚刚忘了要唱第2节，想说，车妻哦，大家会记的，因为我头拄仔袂晓念。好，咱继续来看，咱要做伙来赞美的第149首 A 调，美妙主耶稣。我们唱2跟3节哦。 第2节开始，来，青翠的草木，树那的甘露，春天美丽，秋马草花，拢不给耶稣，拢不给耶稣，你好我有上辈。 第3节，美妙的君王，万邦所敬奉，为着我最欢喜降世，因更加尊贵，稳定加主庇，因万高因万龙。 好，咱来看最后一首，伫咧第308首。308首，咱嘛是唱第1甲第4节就好吼，第1甲第4节。 来，听见救主出声地叫，是迷人要去追赶，残路到时到也是迷人。
找我。第四节，无伫伊脚地推起，我无你通做啥讲。世间一人离离定论，主爱你赞伊救人。欢喜听头着主命令，真理做好气势大。主地叫你真正着意，我伫这找我找我。请咱备拜师来做今仔日的礼拜。恁着感谢上主，求叫伊的名伫万民中报扬伊的作为，着对伊吟诗，伊唱歌胡闹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。吟诗，信诗98首，信诗98首。我主故乡拿撒勒，请起立。我主故乡拿撒勒，手把起吹高歌，一大灵君主耶稣，把金归这修罗，美丽是上帝来哦，喜喜快乐轻松，心惊的家被拥大，为救赎我罪过，小亮在世主耶稣，心我强逼不说，莫起家居一主，头卡不地边流，救主基督大灵君，叫罪把高是苦，为着推我开我路，临到世界受苦，天君亲在主耶稣，尊名受大称呼，以罪灵主点世间，互万乡受平安，阮地无限大天堂，互我地中望，看主之水的脚步，我愿行主的路。阿门。咱犹原徛咧，
讲读新的诫命。新的诫命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，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命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啥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真正了解是全律法，甲生理的总拳头。我以新的诫命予恁，就是恁着相听，亲像我捌听你，恁也着安尼相听。恁若相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下心。请坐。启应，启应文第23篇。23篇，好，翻着我来读，请大家来用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。愿以色列讲，愿亚伦的家讲，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。我伫危急的中间求告耶和华。有耶和华甲我伫地，我就无惊。就甲我开伊的门。这是耶和华的门。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我。师傅所起誓的石，已经成做厝角头的石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理。耶和华啊，当求你拯救。奉耶和华的名来的，应该得到好去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另当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今日阮自己做伙来敬拜你。你是大能君，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。求你开阮的心。因你的道路指示阮，因你的行做引带阮，要伫阮亲像早时的以色列人，常常偏离你的道，行做无合主的旨意，无遵守主的教导。只是求你用信心充满阮，也加添你保灵的力量，互伊传讲的每一句话，拢有你的真理甲能力，互众人的心受感动。生命受改变，主啊，也求你甲阮勇敢，毋若家己得到你的慈爱甲恩典，嘛愿意行出来，回应主的呼召，将主的听分享互人，做主互因会见证人。愿你使阮属乎，互阮这个时间拢仰望伫你的面前。愿尊贵、金刚归三位一体上帝。愿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阿门。赞美，今仔日咱同心来赞美，咱掀开信息第149首 A 调美妙主耶稣。咱请起立。主
请坐。圣经今仔日的圣经是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6章第1到第13节。伫周报后面嘛有今仔日的经文，翻着我来读。耶稣对遐出去，到伊的本乡，伊的学生对伊，到安息日，就伫会堂教示人。侪人听见，就奇怪。讲，这个人对倒落会安尼啊？佮所想述互伊的智慧是甚物啊？嘛有安尼的大官人对伊的喙处是怎样？这个囝毋是目光吗？囝毋是玛利亚的囝雅各、约瑟、犹大、西门的兄弟吗？伊的姊妹囝毋是甲咱伫遮吗？伊就验见伊。耶稣就甲因讲，先知伫本乡装作家己的家以外无毋尊贵，伊伫遮袂得惊什物官人，不过用手换几6个病人来医好因。佫奇怪因毋信，就四过行遐个乡舍教示人。耶稣调12个学生来，就找因一对一对出去，想述因有权来制压遐个邪神，佫吩咐因无得带落会。独一支管仔，无得干粮，无得大连，无得囥钱伫腰带，着穿出落的鞋，也无得穿2领衫。佫甲因讲，既若恁所伫的厝，着住伫遐，直到离开迄个地方的时，无论什物所在，毋正若恁，毋听恁的，到离开遐的时，就拔去骹脚底的土粉。来对因做干净，因着出去宣传，讲人着反悔，因也赶出侪鬼，因由我侪破病的人医好因。讲道，今仔日陈哲新神学生伊要讲道的题目是离开家乡之后。喂，各位主内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是咱教会的新学生，新来的新学生陈德新。今仔日是我第一摆伫咱的教会讲道。相信大家应该有听过一句话：真熬出国比赛。一句是啥物？哦，来，请。得冠军。摕金牌的一句，欢喜倒转来。我遮写的是光荣倒转来。毋知大家即马听到即句话，你会想到啥物代志？大约伫去年的11月，伫国际的体育比赛，咱台湾选手拍败日本，得到野球比赛冠军。迄时，全台湾的人敢若陷入疯狂。真侪人走去机场迎接这个选手，甚至政府为因举办游行，真侪人做伙来庆祝。虽然出个比赛毋是在座的每一位，但是当咱伫电视的面前替因加油，看见因本来是互人看袂起的，却得到真好的成就，咱嘛有一种真阳光的感动。毋知影你是有遮个感动啊无？遮个感动，就那亲像咱甲遮个选手是同一体的感觉。反倒来讲，在座若是做爸母的，若是咱的囡仔伫学校、伫社会中，互人看袂起，做了无好的代志，甚至是咱去市场买菜的时阵，隔壁厝边邻居甲你讲：“哎哟，恁兜囡仔愈偌歹，拄偌歹。”咱有啥物感觉？咱可能是感觉非常的见笑，咱可能是无想要信任即个囡仔甲咱的关系是咱的，是咱教出来的。咱非常甲想要将这个代志切断关系。
一边是好的时阵，会互咱有一种共一体的感觉；一边是歹的时阵，会互咱有一种想要切断关系的感觉，当作无实在的感觉。对安尼来看，今仔日的经文就非常的有意思。耶稣拄到的，毋是第一种，嘛毋是第二种。耶稣来到家己的故乡，伫会堂教示人，边仔人看出耶稣的地位了后，耶稣得到的反应，毋是欢迎。故乡的人毋是讲，哇，我某某厝出一个智慧人啊，出一个老师啊，出一个先知啊，这个人毋是得到真阳光的感动呢。耶稣得到的是啥物？是故乡的人的厌弃。耶稣变做一个顾人怨的人。为什么会安尼？问题出伫倒位？就是咱今仔日要透过经文来理解的。所以伫讲道的大声，请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你主给阮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求你即时甲阮同在，对阮讲话，也帮助阮听你要对阮所讲的话。祈祷是靠救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咱过来看一摆的经文，若是你手中有这经文，咱家己来显来看的。伫第一节，经文讲耶稣对遐离开，对遐出去，到伊的本乡。耶稣的门徒也对伊。耶稣甲伊的门徒是对倒位出去呢？伫第5章，因为今仔日经文是第6章嘛，所以咱会来看家己圣经。伫第5章，咱会来看见耶稣是来到外邦的所在，赶鬼，将这鬼赶入去猪群的内底，互2000只猪淹死。直到迄边的人无想要耶稣留落来，赶耶稣出去，所以耶稣就坐船离开。然后耶稣阁来到一个所在，伊伫一个患12年血路病的妇女，已经互会堂的查某囡仔阁对死过活。对这经文的描写，咱会当看见耶稣毋是对东边到西边，毋是对这到遐遐尼简单的。若是对第5章，伫马可福音头前的经文，拢是安尼。耶稣离开一个所在，阁到另外一个所在，拢有伊要所做的代志，所完成的代志。而且对耶稣所做的代志，每一个拄着耶稣的人，拢有无相款的反应。每一个拄着耶稣的人，以及耶稣对耶稣所讲的话，伊的想法、伊的态度，就决定这个人的生命状态是好，是停留，也是变了无好。这是咱对今仔日经文会当直接看到的一个重点。若是安尼，咱就会当来看，伫今仔日经文当中，耶稣故乡的人对耶稣的看法、态度是安怎？这个人是用什么的态度来看待耶稣？所以伫今仔经文的第2节到第3节，我邀请大家做伙来念第2节到红叶里。就伫会堂教示人，侪侪人听见就奇怪，讲这个人对倒来安尼啊？搁想事，互因的智慧是怎样？也有安尼的大人对伊随主。第3节，这个囝毋是木工吗？囝毋是玛利亚的囝，雅各。约瑟、犹大、西门的兄弟吗？伊的姊妹敢毋是伫遮吗？因就应肯去伊。因为我有用一个小小的比喻来解释这个人所问的问题。若是我今仔日甲你问，你的车对倒位来？你得到的是啥物车？你开的是啥物车？你为什么开这个车？表示啥物？表示你有车，表示我承认你有一台车。所以，当经文讲，这人的本事对倒位来？伊所得到的啥物款的智慧？
伊的手为虾米会当行遮个生业？咱就知，遮个人毋是无亲临耶稣的本事，毋是无亲临耶稣的智慧，嘛毋是无亲临耶稣的生业。这拢是伊清清楚楚明白的代志，伊是完全承认遮个代志的存在。不过问题就是出伫当伊讲，伫伊的面前，伊所看见的代志，甲伊过去所理解的无共款。所以经文就讲，迄囝毋是无救吗？囝毋是玛利亚的囝吗？雅各、约瑟、犹大甲西门兄弟，伊的小妹囝毋是住伫咱遮吗？无救，某物人的囝，某物人的兄弟，遮个人就是用一个人的身份地位，用甲一个人的关系来看待代志的。问题就是出伫遮，就是因为这个耶稣，就是因自细汉看到大汉的迄位耶稣，是亲人，是朋友，是厝边隔壁，就是遮个身份地位，遮个亲族的关系，限制了。也是讲影响了因看待耶稣的态度。直到即马出现伫伊面前的耶稣，已经毋是因过去所理解迄个耶稣啊。伊却毋愿意承认，毋愿意接纳目前的这位耶稣。伊只有紧紧抓牢因家己过去所理解的迄个耶稣。换句话来讲，耶稣的智慧、大能，甲耶稣行生涯所行生涯。遮个人，耶稣故乡的人所承认的，这拢是因所承认的。因无承认的是即个行生涯的平凡的耶稣的身份地位。因的意思是讲，耶稣是无上，所以无智慧会当教示人。因为耶稣是某物人的囝，所以伊无即款的能力。而且，伫拄则所读经文的第3章的最后一句。伫原文的意思，最后一句，经文是写因就应去伊。原文意思是讲，因就因为耶稣互跋倒。咱应该是同意，经文伫遮毋是讲耶稣伸出伊的骹，互遮人跋倒。经文是伫描写遮个人内心的状态，就若亲像互耶稣跋倒共款。请注意哦。这句话是经文提出的评论，这句话毋是耶稣所讲的话，也毋是遮个人所讲的话。经文的意思就若亲像是讲，耶稣故乡的人本来会当因为因甲耶稣有真亲密的关系，会当徛在，会当见证耶稣的荣光，却因为因即马停留伫过去，掠牢家己过去对耶稣的理解，反倒变做拒绝耶稣，而且家己毋知影，毋知影在座的各位有想过这个问题吗？原来一个人过去对耶稣的认捌，反倒会当变做这个人现在无法度承认主，甚至拒绝主的原因。伫咱做工课的所在，伫咱的厝。甚至是咱的教会，其实咱嘛甲遮个人共款，非常容易用一个人的身份地位，用甲伊的血缘的关系来决定对因的态度。这可能是咱人伫社会中生存所要学习、所找到一种的方法，而且已经变做一种的惯势。这种对人的态度、惯势，嘛有可能影响到咱。看待耶稣、对待耶稣的方式，而且咱阁无一定知影。比如讲，耶稣会变做咱满足咱需要的生命。耶稣爱听咱的话，听咱的祈祷，照咱的理解来行事。若是安尼，耶稣阁敢会通算是咱的主吗？若是耶稣都爱听探咱的祈祷，安尼像是主。不过，伫今仔日，咱爱知影，主耶稣无一定会照咱的惯势出现伫咱的面前。主耶稣更较是伫咱的限制的外口，叫咱出去，爱咱行出去，
拍破咱过去对耶稣一切的惯习。对安尼，咱就让伫即时，甲主耶稣得到一种真亲密、真实的关系，会当徛在。拍破过去的惯习，即句话听起来真简单，不过其实非常的无容易。当咱的惯习互拍破的时阵，咱的反应就可能甲耶稣故乡的人共款，有着惊、无理解，甚至是反抗，甚至是厌弃。最后，咱的反应可能甲耶稣故乡的人共款，唔愿意接纳耶稣。更较恐怖的是，咱家己是唔知影的。所以，今仔日对经文的第一个反省，就是咱会当问家己，咱的故乡是啥物？我的意思毋是问你对倒位来，我的意思是伫问讲，咱平常是用啥物的惯习来看待一个人？迄个可能，互咱无法度认出耶稣的惯习是啥物？咱过去对耶稣的认识是啥物？咱过去对耶稣的认识有啥物所在是今仔日，互耶稣会当拍破的？互你加在，主耶稣，咱的主，毋是会受咱人限制的主。所以伫第六节经文阁继续讲，请咱做伙来念第六节。来，请阁奇怪因的毋是就世界行遐个假死人。好，到遮就会使，谢谢。拄仔讲，耶稣袂互咱人的惯习所限制，耶稣会出去。所以伫第六节经文就讲，耶稣就离开伊的家乡，去别位行伊本来所要做的代志。耶稣就差遣伊的门徒出去，差遣。是啥物意思呢？至少嘛有两种的意思，应该讲有两方面的意思。差遣就是对一个所在出去，入去另外一个所在。出去对伊本来所惯习的所在出去，对伊本来所无愿意离开的故乡离开，对伊本来所已经完全理解、所完全把握的所在出去。入去倒位？就是去到伊完全毋知爱拍破家己，互生命对头重新适应的一个所在。这个所在是一个空间的所在，伫我理解，嘛会使指一个人生命的处境。甚至做到啥物程度，就是照经文所讲，邀请大家来念第8节到第9节。第8节，请。好，多谢。咱会当想象，但是咱明仔载要出国，迄敢有办法两手空空就安尼坐飞机出去？我是毋知有啥物人会当做这代志啦，我是毋敢啦。咱会当想象，若是咱直接两只手空空就安尼出国出去，伫即种的状态，咱是无法度照本来的惯习来思考、来行动的。我想就是即经文伫遮的意思。咱所有一切经验，拢会因为遮的成分无惯系互拍破。所有一切判断，拢爱根据迄时现实的需要来调整。这是咱每一个人要入去别人的生命处境的时，必须爱做的代志。而且，咱的态度也毋是亲像过去伫故乡共款，用家己的经验甲标准来判断人，判断某物人是毋是家己人，是毋是家己咱接纳的。咱反倒会变做一个
开放的人，必须爱认同别人的人。因为经文有第10有讲，你无论离去什么人的厝，就住伫遐离开伊迄所在。住伫遐，伫原文是命令，表示爱停留，袂当凊彩离开。伫我的解释，我会讲，因为意思就那亲像是讲，爱将迄个人的性命处境当作家己的故乡、家己的厝，将所拄着的人当作家己故乡的人，去理解伊，去接纳伊。毋知听到这，你有想到什么人无？是迄个你想要离去伊性命处境的人。当咱互主耶稣差遣出去的时，像是咱嘛变做一个互人判断的人，互人拒绝的人。然后咱过一摆出去，不断的循环，就是伫即种必须爱理解别人，像是嘛愿意互家己、互人拒绝的时，咱所做的一切，就显出上帝的荣光。实际上，耶稣家己就是安尼，互上帝差遣到咱当中的。耶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伊反倒放下伊所有的一切，离开天上的故乡，伊的宝座，赤爷爷来到咱的中间，为了离去咱每一人的性命。耶稣受差遣进入的，就是每一个人拢是用家己的经验来判断，这个人是不是值得接纳的这个混乱的世界。因毋若是互家己故乡的人拒绝认定，伊更较是互属伫家己的子民拒绝，互世间的权力拒绝，最后伫十字架顶拒绝家己的性命，互被上帝拒绝。不过，各位已经知影，耶稣已经对死过活，这就是上帝大能的证明，完全超越人的过去的理解。耶稣的过活完完全全赢过这个混乱的世界对人的拒绝，成做这个世界上伟大的新约。这对咱有啥物意义吗？我的意思是讲，耶稣已经对死过活。甲咱愿意受耶稣的差遣有啥物关系吗？伫讲道的一开始，咱有讲到，伫马可福音经文有特别描写每一个人拄着耶稣的反应，这接纳、拒绝等等无相款的反应，就是决定这个人的性命上重要的改变的时刻，也是讲无改变的时刻。毋知影今仔日经文当中，咱是毋是有注意到？今仔日故事，还佫有一群人，经文敢若无啥物交代。这个人对头到尾，拢伫耶稣的边仔，看耶稣所做的代志，听耶稣所讲的话。这个人看起来佫讲耶稣真神呢。这个人是啥？耶稣的12个学生，经文伫第一节讲，耶稣离开遐来到家己的故乡，门徒也对伊。这个学生对第一节开始，就对伫耶稣边仔看耶稣伫做啥物代志，看耶稣周围发生啥物代志。然后伫第7节，耶稣叫12个学生来，差遣伊两个出去。伫第7节，门徒变做亲身参与伫耶稣所做的代志内底。对第1节到第7节，即群学生的改变是啥物？我想就是对一个本来伫边仔看的人，变做亲身参与伫内底的人；对观众变做演员。这个门徒本来是观众，即卖是演员。其实咱每一个人拄着耶稣，甲耶稣相拄的时阵嘛是安尼。当咱愿意受差遣，耶稣受死甲过活，
对咱就有真实的意义，因为伫上帝故事当中，咱毋是演员，咱毋是观众，是演员。伫咱所做一切当中，咱就毋是停留伫过去毋知影的状态，停留伫故乡的状态，搁伫问讲：哇，这能力是对倒位来？这智慧是啥物？咱会清楚知影，透过受耶稣差遣的行动，咱会经历经文的意思，就是经文伫第7节所讲的“相似伊有关，相似因有关”。咱会知，这智慧、这能力，拢是对耶稣来的。经文就变做咱的生命中真实的经历。咱对耶稣的理解，就毋是停留伫过去。耶稣变做一个伫边仔，互咱看的人。因为当咱将耶稣伫故乡，以及耶稣离开故乡了后，这两边的结果放做伙，就会看出经文的对比。经文伫第7节有讲，耶稣本来伫遐无法度行啥物异能，不过换手伫几个病人身上医治因。然后伫13节佫讲，门徒赶出真侪鬼，用油抹真侪病人医治因。即种对比真明显的表示，毋是耶稣是毋是有能力的问题，是耶稣的门徒是毋是有参与伫当中的问题，是毋是有经历上帝荣耀的问题。当咱愿意甲这门徒受差遣，咱的生命就因为安尼，对伫边仔看，变做会当亲身参与见证耶稣荣光的生命，而且咱会当体会，毋是咱平凡，所以袂晓显出上帝的荣耀，却的确是因为咱的平凡，至到会当显出上帝的荣耀。最后，我要讲，耶稣来到一个所在，拢有伊要所做的代志，而且伊所拄到的每一个人，拢爱做出一个选择，来决定伊的生命是毋是得到改变。现在，你若相信，告我主耶稣即摆就坐伫下骹，甚至是对你亲手邀请你，即时恁对伊的回应是啥物呢？咱敢有愿意受主耶稣的差遣吗？现在我有愿意互耶稣来拍拍咱生命的状态吗？咱敢愿意离开家己已经习惯的所在，去到另外一群人的生命当中，才来为因的生命停留吗？咱愿意接纳主耶稣的差遣，伫咱的生命当中，伫咱平凡的生活当中，不断经历主耶稣对死国外的荣耀。请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搁一摆感谢你，因带阮来到你面前，听你所讲的话。主，因为阮人的限制，常常掠掉家己过去所理解的，来看待你伫今仔日的作为，直到无法度认出你的身份。求主帮助阮，愿意离开阮所惯习的故乡，受你的差遣，摒开家己进入别人的生命。甲世人同见证你的国话甲荣光，祈祷是奉救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回应诗信息第308首，信息308首，听见救主出声得救，请起立。
坐。奉献，请书献的同工。请起立。请坐。
公道，请咱掀开周报的内页。咱来看公道的事项。教会意向，新传浸信徒万民间计师第一，嘛愿信心帮助阮，信心哪加天，互阮无轻看家己的需要，甲欠愧，多多主把耶稣顺探伊的呼召。第二，咱嘛为着集体陈王兰、沈淑慧、陈德明、赖清光、黄仁和、陈秀荣、杨若琳、许佑林、林以诺、李雅娜、陈怡君、杨志坚、林春枝，还有在运城的詹若瑜、吴以轩、陈婉柔、林子瑜。第三，我们来为着社区关怀据点秋季班陆续开课，援助补修咱的当工老师学员身心灵健壮，充满有智慧与灵巧。第四，我们来继续为了明年度各团契会长感谢，求主预备我们要在基督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成为无愧的工人，咱当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听阮众人的祈祷。你的话语讲，我的心心啦，你着学罗耶和华，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。伊赦免你拢总的罪，医好你拢总的病，伊救赎你的性命，脱离死亡。因仁爱甲慈悲对你的免流。主啊，阮将教会的意向，佮所有拢总公道事项，拢交托伫你的手中。求你帮助阮，专心注目伫你，心意换心变换，做合你心意的人。佮求你保守阮的肢体，医治有需要的，坚固因的信心。亲像大笔所讲，当离开西有偌远，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也是遐远。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，也互我怜悯敬畏伊的人也是安尼。主啊，阮知影你的慈爱疼痛。比天搁较悬，直到永远。愿阮常常活伫你的稳定甲应允中间，彼此相听，专心服侍，直到见你的面。我嘛要因你教示阮的主导文基督讲，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信，你的高领教，你的旨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地去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止。阿门。报告，咱来看周报教会消息。本主日，咱信华队前往新地泰雅尔中会梅园教会进行圣乐布道。2位牧师及干事随队同行，援助保守因的后塞，龙神一人出入平安。我们也感谢本堂神学生陈哲新，神学生的分享信息，愿主继续保守带领他及他的家人。第二，教会奖学金申请到本主日，所以如果你们的孩子他
他要申请2学期，所以今天赶快再拿给我们的教育部长，好，或者是团契的，如果是主日学社青少系的青少系的，然后请他们拿给他们的辅导。好，咱来看第3下主日9月28结婚周年感恩礼拜是合堂礼拜哦，所以我们就一堂9点半开始，请大家要留意礼拜的时间。那今天那个，因为下周是结婚感恩礼拜，所以我们会有那个今天会有留下来重拍，就是还有登记在1楼要参加结婚礼拜的2次新人吗？要这样讲吗？再一次结婚的感觉哈。今天我们会大家想要再重新拍照，因为上次有拍，或者是还没有拍想要补拍的，我们可以找那个浩志执事，去找他补拍这样子。会在这边吗？后置执事在这里，在2楼，在2楼。等一下礼拜结束后就留下来，重拍的或者是要补拍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4点，10月4号礼拜六下午3点召开小会，请小会员留意。第5， 10月5号礼拜日举行本年度第5次圣礼典，请要受洗、坚信礼涉及会籍者向牧师报名。第6， 10月5号礼拜日下午4点，在教会我们1楼有举办中秋烤肉，我们现在还有名额，现在不多了，所以要报名的人赶快到1楼登记哦。好，那细项大家来自己看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7点，请各团契会长今天再将第4季10到12月的服事排版表交给干事会诊。第8。2025第4季新眼光读经手册已经在招待桌了，请大家自行拿取。那奉献的明细大家自己来看，如果需要订正跟修改的，向我们的会计出纳来说。上英信息第512首，信息512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甲信心的感动，甲恁众大家三角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，袂倒避讳。
有没有要重拍照的？重新拍照，我们可以来这里。